台湾吕伟印以安平已经距离老家较远的海头社附近，伫2015年假日的盛放为例，这期当时嘛无中国客。对照这2-3天来，安平的观光人潮已经有明显衰退，包括议员蔡淑惠嘛深有所感，认为观光旅局无善用古迹等文化观光的资产来做大，颠倒互家己的格局愈做愈小。要求检讨，提出具体做法来拼观光。应该要把它做大，请文化局协助观光旅游局来带动台南市的发展，带动台南市的观光。请经发局这个雅果不管是怎么样能够带动，请交通局能够带动，然后你要做大，请他们都是请你的协办单位，应该是这样子，他要把台南市推广出去。你不要自己越做越小。文化局属于文化局，古迹属文化局的，双层巴士属于交通局的，什么雅果属于经发局的，然后水利局的，你这样子你没有办法把台南市真正的观光推展出去。特别是伫这几天、这2-3天，咱看到咱台南的观光，当然无啥物退步，但是相对的伫进步上，其实还阁有限。有限以外，你也实际上，你看各个区域的这个差别，其实伫阮安平内底，伊的游客后阵子你有真正去认真去做计算，阮的游客其实是一直咧做减少的。我是希望讲也可以用这个在地游程文化的一个方式那再来多做一些路线的一个开发。起码我们在安平也有好几条这个导览路线这个也希望就是说透过这些文化的在地，因为接下来也要迎到这个台南400台南400其实也会用安平也作为一个我们可以对外宣传的一个点所以嘛希望讲会当用这个伊的在地的历史特色文化来做一个串联。观光旅局如何甲文化、经发、交通等相关局处合作，甚至像议员所讲的，每一个局处拢是协办单位来推动观光旅游。伫台南建成400天，安平就是指标性的宣传，来拍开世界知名度。台南新闻，阮是何超邦采访报道。